启动。台南市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物件率100%目标达成。台南市长黄伟綽看到东山区的拼图，向进台南市完成一个国中校区有一间日间照护中心的目标。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，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长照2.0服务，并且率先达到达成100%的目标。宣布的这个一国中一日照的这个部件，所以在这个6度比较之下的话，我们就放在这里，大家看得到。啊，随着最后一个东山国中的学区的部件完成以后，那就是达到100%。台南市伫经过2冬的时间，为109年的64间到111年的203间日间照护中心，为每一个区拢有日间照护中心，到每一个国中校区拢有日间照护中心，涵盖率高达6度第一。截至到今年9月底，65岁以上人口数来到32万外人，人口占比17.82%。在人口高龄化之下，长期照顾服务袂当欠缺。在我左手边，在我右手边可以看哈，左手边是我们这个区有日照，每个区每个国中的学区都已经有我们63个中学区，那已经有63个日照中心。左边是长照2.0的资源长照服务，我们台南市的涵盖率已经是69.7%，那也高于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，还有最后，所以在不管是长照，不管是日照，我们的涵盖率都是6度第一，这些充分见证了我们对长者的尊敬以及对他们的一个照顾。社会局伫这几冬嘛积极拓展长期照顾网络，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，结合在地资源以及全方位服务，让长辈会当得到照顾，同时解决照顾者长期照顾的负担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